认得去阿嬷兜，认得要转厝，认得甲阿嬷点一个日久，就接到老母的批，叫伊转去。按公公要去啥物袂知，伊就带认得转去。阿嬷讲，认得你着摕物送你的老母甲小妹，也着送老婆仔，毋知你爱送甚物。认得讲，也着送阿爸，毋知要送甚物，我想看觅。认得走去找伊的朋友，甲伊讲伊要转去因兜啊，也叫伊斗想要送甚物互因兜的人。认得讲，我第一疼小妹，教着一只鸭仔互伊，毋知你要一只送我啊毋？乖仔讲，你有甚物要送我？认得讲，我一张红仔图互你，你第一爱的是主耶稣祝福细囝。乖仔讲，我真爱迄张，我欢喜。认得讲，你甲我真好，你也着做耶稣的细囝。乖仔讲，我真爱，毋知主耶稣要伫我啊毋？认得讲，我才问伊。乖仔讲，要怎样问伊？认得就目睭开开，手合我来，祈祷讲，主耶稣，乖仔爱做你的细囝，你教疼我，多谢你也疼伊，心所愿。认得讲，你甲我真好朋友，也偏偏是主耶稣的细囝号。乖仔讲，是啦，我毋甘互你转去恁兜，着紧紧过来。